咱市的恢复将军庙复赛日出大战，以标志对基的日本军官三浦茂丰，旗鼓流传当时三浦的战机被美军拍落来，伊为了不互无人机弄到海尾的面体，错过跳伞得胜机会，所来牺牲。事后受到大德公的帮助，来成为新名。海尾中将安庆国小甲高度武剧团合作，将这款故事改编成布袋戏。 互大家更当了解在地历史。首先，我先感谢就是咱吴市长、吴主委，也搁有咱黄俊杰黄校长伫这个戏的制作过程中，全力甲我支持，无论是相关的文献的提供，也搁有一寡细节的参与，拢互我真侪意见，也互我真侪指导，也会当互这出戏顺利，伫咱这个台东文化会也来首演今年的台东文化会呢？ 过去拢是较伫咱其他地方用较简单的点今年较无共，今年咧整理法按三十道讲，三十道讲伫咱台东这地伊的信用哇非常的一个代表性啦有三层头，公家一阵保生大地，一单一单安尼照顾，非常有代表性的伫信用顶悬真有代表性的一阵市民就对啦。所以讲未来就希望讲有较侪砖头。 来甲参与，较侪砖头呢，来做伙来创造安尼文化。台江文化会当中，这出恢复将军的布袋戏将伫4月18到26号，伫海尾寮、南庆寮、南螺寮、新河村甲恢复将军庙演出，欢迎乡亲做开来庙口看这出文创的布袋戏。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